高雄节阮的高雄车头商店街有一个民众，伊的牌仔内底行动电源枪烟烧起来，过路人看到了后是惊甲闪甲远。加在是站长还佫保全人员赶紧处理，才无导火烧。专家是表示，行动电源温度伤悬，或者是去弄着内底有故乡，拢有可能会烧起来。嘛提醒乡亲，总讲发现讲行动电源烧烫烫就唔通阁用。监视器画面，民众雄雄惊险，尾啊道边下骹出现阵阵白烟。车中道一个女学生，伫高捷高雄车站地下商店街，皮包雄雄呛烟，行者伊赶紧甲皮包等伫涂骹。当时刚好拿着抹布，所以我就先过去。我们这边最近嘛，对啊，我就想说，先盖着，至少不要让它再有后续的更严重的事情发生。烟雾就整个喷到这个整个地下室，整个就弥漫的那个烟这样子。已经烧到变土团的都是呛烟的行动电源。好佳在发生大事的时阵，热心的店主甲高捷工作人员发现了后，即时处理，才无造成灾害。清洁人员发现后，立即通知战场前往查勘处理。确认后，现场无造成人员受伤及设备损坏。科技时代，差不多大家出外拢会炸行动电源，不过最近行动电源家己倒起来爆炸，这个事故常常听到。专家是讲，高温也是去弄着，拢有可能致使内底的晶片这零件故障，要特别注意，尽量避免它碰撞。然后第二个呢是不要跟其他电池类的再放在一起。然后第三个是你平常你自己的时候，你可以注意一下它有没有温度异常。例如说它没有使用，也都没有连接，突然之间温度很异常，或者是你同时连接多个装置，然后它的温度是非常的烫。因为行动电源各位管道济，专家讲，若是买到国外来路不明的行动电源，也有可能因为电压的问题会有风险。提醒民众，上好是找国内合格大型通路，也是经有厂牌加标检局 BSMI 认证的产品，对品质甲安全较有保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